劳动部长洪新汉就任100天，这劳工团体嘛特别紧伫即天去到劳动部头前来抗议，嘛发出增加固定假日、家庭照顾假照算薪水的诉求，嘛希望劳动部长洪新汉莫忘记你家己做立委的时所讲过的话。洪委员提案增加国假。 洪部长要不要支持？行动局针对降低工时的问题，拜是劳工团体伫咧劳动部头前抗议，要求劳动部长洪新汉爱记家己做立委时的承诺，幸福劳工职工的固定假日。劳工团体嘛整理出立委时期的洪新汉，捌提案讲过要甲劳工的固定假日增加到15天，改善台湾劳工的劳动环境。既然洪部长已经当上了这个部长的位置，是不是？ 要把当初跟我们一起在做社运活动的时候的思维放在劳动部里面。除了要求劳动部爱增加固定假日，劳团嘛针对台湾目前无薪水的家庭照顾假提出诉求，因呼吁政府应该提供7天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。劳工团体嘛提出当时民进党立委林国勤所承诺的方案，希望立委和政府爱做出行动。1年只能请7天。 而且还要并入事假，那不算薪水了哦。很多劳工在经济压力下呢，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来照顾家人，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针对劳团的诉求，劳动部回应讲，未来会鼓励劳资双方建立协商的机制，制定合理的工时，嘛会继续透过调整上架工资来保障劳工的薪水。劳动部会持续的努力。 包括我们透过最低工资的逐年调升来提高劳工的工资，避免劳工需要透过加班来赚取工资。劳动部表示，针对固定假日、家庭照顾假的议题，目前正在收集各界意见。未来劳动部会徛在劳工的立场，讨论出一致性的诉求。记者戴亚双、柯斌哲台北报道。